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内阁的新团队，今仔日开始陆续来交接。总统府的政府秘书长张敦涵是接到行政院的秘书长，伊致辞的时阵，巧妙形容家己的角色是控球后卫，是要来贯彻到院长总教练的战略目标。另外，新任的经济部长姜明兴收到院长的礼物，明定写讲经济优先，任重道远。 会当看出，伊接任了后会面临袂少的挑战。卓荣泰院长给我的礼物哈，上面讲的是经济优先，任重道远。纸条包礼物面顶有写“短短8字”，这就是行政院长杜荣泰对新任的经济部长姜明兴的期待，是讲面对变化多端的国际形势，新官就任都要面临经济挑战。但如果这些竞争对手国来抢占美国市场的话，那非美国市场也是有空出很大的机会啊。任何的状况都可以让我们有路可以走。 有策略可以来做一些因应。姜明兴捌做过经济部的处长，这摆登去后头厝，面对唔那是对顶关税问题，台湾的电力嘛正考验到经济部的团队。依照这个台电公司的这个估算，因为他们主要是估算到2032年，大概就没有所谓的缺电的问题。那第一步就是核安的问题。那核安问题，我们先要自我检查以后没有问题以后。 我们再来看整体性的下一步要怎么做处理。电力是社会上真关心的问题，不过经过9档的拍拼，供电、风电虽然有袂歹成果，不过发电嘛拄着困难，上级无限嘛引起真济弊案。姜明兴表示讲，已经进入司法的调查，台电经济部的全力配合，完成杜院长以及全民的期待。欢迎我们今日的神秘嘉宾，我们的行政院卓荣泰卓院长。 行政院长杜荣泰雄雄出现，大家拢真意外。秘书长张顺涵更加依照篮球比赛形容家己的定位。我会做好秘书长这个控球后卫的角色，贯彻执行院长、总教练的战略目标。我都会把球快速、精准传向让团队得分有利的位置。新任的内阁拢期待会当扮演好螺丝钉的角色，带团队继续拍拼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